厥斯坦局势继续引起国际关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人们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压迫和镇压。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学生联盟组织的这次示威中，示威者高举"我们希望中国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一切形式的压迫和镇压"的大幅标语，并高喊口号反对中国。与此同时，土耳其阿达纳市的一个民间组织举行游行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政策。集中营出现强迫劳役，东突厥斯坦的拘留营中出现强迫劳役，越来越多的拘留者被送往戒备森严的营地内或附近的工厂，被迫接受命令服从工作。中国当局则声称，这些被他们称为培训中心的营地为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民族提供了免费的职业培训。人权活动人士说，因为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中国关进再教营的人可能达4至500万。据报道，美国一家体育服装供应商的一些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工厂。叙利亚会议达成了协议，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就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会谈。三国外交部长作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保证人和联合国外交官之间的会晤，可以为起草新宪法和在叙利亚发生近8年的毁灭性战争后的选举铺平道路。外交部长伊乌什奥鲁说：“我们已经到了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工作的重要阶段。”中国无人机大量打入中东市场。英国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过去几年来对中东国家的无人机出口激增，以致该地区国家政府和非政府武装组织在地区冲突开始大量使用武装无人机。英国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在过去几年中，中东的中国武装无人机数量有所增加。美国成立太空司令部，总统特朗普已向国防部正式签署命令，成立美国太空司令部。特朗普总统周二下令创建太空司令部，此举是政府标志着建立美国太空部队的先扣。特朗普在一份给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执行备忘录中说：“我根据美国法律，将美国太空司令部作为一个功能性的统一作战司令部指挥。太空司令部将是美国国防部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